大家好，我是小雷。最近啊，我们家上面一户、左边一户、右边一户，全部都在装修。这个声音啊，下围棋的你们都知道吧？这3个字把我围在中间，就一天到晚啊，全部都是打电钻、敲墙、砌墙的声音。我们上去看看他们装修的怎么样，看看他们和我们一样的户型，哇，都敲掉了，都敲掉了。刚刚问了这里的施工师傅啊，像我们这种30多年的小区，不能反复装修的，最多就1、2次，因为你这个墙反复的敲，它承受不住。大家看这个砖头其实都很老，朋友们能听到声音吗？这个是到屋顶的梯子，刚刚看到上去了4、5个师傅，爬上去看看在屋顶上干嘛？好像师傅们是在做防水。朋友们看，从这个下面开始清清楚楚。这个师傅在拿个东西烧。6楼装修就是不容易，看看，请了这么一个大吊车吊上去。现在我们就小区里逛逛，平时也不怎么去远的地方，就静等，把最后这个2个多月熬过去，等孩子呱呱落地。搬到这个老小区5年多，就结婚结在这里。像我和镜子住在这里是觉得挺开心，出行都挺方便的。那么关键就是想到小孩以后的读书问题，因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学区不是很好，小学和初中都是质量一般。Tomorrow， 现在我们去做4维彩超，没想到排队的人还挺多。做母亲是真的不容易啊！今天做了4维彩超，做下来小孩一切正常。下次来要去做那个糖耐，听他们说早上要先过来抽血，然后喝一个药，隔1个小时抽血，再隔1个小时再抽血，一个上午要抽3次。想想女人生个孩子真不容易。我父亲已经和我通过视频了，他说如果是男孩，那就给我们整一套大房子；如果是女孩，他说你们就小房子住住吧。这是原话。我也不能多说什么了，我只能靠自己多努力吧。想想古时候很多父母把你生下来，他们可能就不管你了，都是靠自己，所以还是靠自己最硬气。人要学会感恩。其实现在我和镜子已经很幸福了，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车子，没房贷也没有车贷。虽然说房子不是很大，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温馨的小家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至于以后能不能换大房子，这个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中午来家乐福吃个饭，远远的我才看到啊，这里的肯德基都关门了。这个家乐福确实生意一直不好，基本上里面就没有什么人。是不是全部都关掉了？那也在意料之中。这个家乐福应该是10几年前吧，刚开的时候还生意挺好的，现在最近几年是每况愈下，今年这样子都关门了。